200件一跳喎，你個老闆會嚇我哋個心噗噗聲跳，哎呀陰公，點咪又跳？縮骨咧仲靚，嚇得嘛？包㗎，你放心啦，試過咁脆換㗎你乜嚟？呢度縮骨㗎，縮骨㗎。冇啊，10斤零幾咋，都冇夠11斤。收翻你咩啦？217嘅價，你俾215係啦，打翻粉絲價，20蚊㗎啦，即係收翻你215係啦。係啊，試過菜先俾錢嘅，真實㗎，試過菜先俾。得就得，唔得跟你翻順德，不過你唔係順德喎，你最弊你新會都唔要我咧，我試過俾你睇真嘅，日日睇過視頻啊，好睇嘛？放佢先。切2嚿俾你試試下嘛，識嚿嘅冇所謂啊，咁脆就食冇所謂㗎，咁脆啊換個料俾你㗎，唔係個個都試嘅，唔係單止你試嘅，一現場試嘅，個現場放你包嘅，乾淨水係包嘅，慢慢嚟，現場靚仔啲啊，係唔係啊？睇個熱啊，唔係講真嘅，得就得，我真係得湯魚，唔係真嘅，啊？嚇得人湯魚你冇整蠱我啦！你真係200件一跳喎，你個老闆會嚇我哋個心噗噗聲跳，哎呀陰公，點咪又跳？我睇到形狀就知得㗎啦，你湯喎，再攞一碗俾我。哎呀，俾你整單你我點咪點咪一跳？唔係魚係你自己試嘅，明白嘛？你要俾錢嘅，唔係話送嘅話，你要記住呢句説話喎。哎呀，呢個老闆真係嚇到我，點咪一跳啊！好嘢，精神。OK，你咪打邊爐嘅，1蚊嘅啫。炒魚片，收翻到215係啦嘛，217嘅。分期收款215元。好，多謝晒。啲魚腸要嘛？唔要啊？唔要啊？魚腸啊！好難搞嘅魚腸。嚇？我魚頭開邊就得啦。OK。炆涼瓜、冬瓜、薑葱啊。嗰啲似唔似？
張飛啊！嚟換個手板幫你切。那就放好哟。飲大嚿啲啊！冰睇睇先得喎，等多陣先得喎。大嚿啲喎，倒快一點。看一下我的刀的锋利度。质量好不好？你们看得出来了。来，这个就真正功夫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把它拿上。如果拿得上，就真正展示我的刀的锋利度。嘛嚇我得唔得啊？耶，得唔得啊？得唔得食啊？口刀就唔怕砍，這個證明這個得嘛？我覺得好，我覺得好得食嘅。如果喜歡我這款的話，可以點擊我聊天進我直播間支持一把，關注我。好，謝謝啊。就開始。開唔開心啊？終於俾你睇到廣東第一刀，好嘢！刷到我這個視頻有什麼疑問在評論區留言上，如果認為可以嘅，來個小紅心。這個視頻呢就這裡 ，OK。